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应该算是大涨，但是这个大涨，金融消费者并没有感到开心三大指数午后震荡攀升，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26%，深成指涨了1.27%，创业板涨了1.17%，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3900多只。问题来了两市全天成交1.31万亿，较上一日缩量2200亿元，主力净卖出118亿，两市个股涨跌的中位数是0.93%。首先这是一个缩量上涨，也就是说很多资金已经不参与了，盘中主要靠拉这个银行股一些大盘股让股指在涨。昨天暴跌的微盘股它今天并没有什么反弹，所以说虽然指数涨得很漂亮，马上接近3400点，但是金融消费者对比一下这几天的账户发现它还是在缩水。神奇的一幕又要发生，每一次一回到3400，这个金融消费者的账户就少一点，而且尾盘拉起有点这个老乡别走的意思所以这个缩量上涨恐怕难以为继明后天跌起来也很快这个银行股不能总是涨吧，暴拉银行股指望谁来接呢？这个已经是连续4-5个交易日成交量在1.5万亿左右，今天是直接跌破1.5万亿，只有1.3万亿，急剧缩量这个充分说明这大量的资金在流出，不玩了，玩不过你们。当然了，今天的胡适上涨它不光是跟银行股有关系跟权重股有关系，主要是还是小作文跟这个强行针跟这个会议有关系。今天一篇报道叫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说了什么呢？扎扎实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狠抓预算执行管理，财政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有力促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一、加强落实存量和增量财政政策。2、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3、积极支持办好民生实事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促进各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等。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能够直接见效的，就是他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现在农民只有120或者140，你能不能提高到300？就最低标准这个可以一步一步来分几年实施。第1年提高到300，慢慢的提高到500、600，推动各地下沉财力，兜底筑牢基层3保底线。第4个是更大力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就是这个地方债第5个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管理监督，说的挺好的就看怎么监督。第6个是持续加强国际财经交流合作。会议指出说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打好政策组合拳。这个2025年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第1个是支持扩大国内需求，就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大力提振消费，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这里面要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个对胡一金老师来说这又是个利好消息咱们一直说你给这个胡一金老师提高退休金，你提高1000块钱一个月，他的这个幸福感其实没那么多，对吧？对这些退休金超过1万的，或者甚至超过6000的，或者5000的，就超过一个标准的，就不要再涨了。咱们也不能说把他退休金给他削减，这个也不太合适。但是不要年年涨，他说适当涨，一般是3%，对吧？你给胡一金老师涨3%，他也没觉得多少，他在胡适里面稍微波动一下，多少个3%没了，对吧？这个退休金5000以上的就不要涨了，稳住。所以把给他们涨的退休金呢，像这个最低标准的，对吧？比如农村的倾斜，农村的涨快一点，你农村的他退休金他最低的只有100多块钱，你涨20%再涨20块钱，你涨30%再30块钱，你这么涨到什么时候才能涨到300呢？所以说来说去就是分配的问题，就怎么样分配更公平。受这个
会议的这个利好消息刺激啊，所以沪市今天这个反弹的比较大。当然了，主要还是银行股啊这些权重股，微盘股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很多垃圾股啊、绩差股啊，那炒概念的现在都是半死不活啊，已经像这个霜打的茄子一样了。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昨天啊，咱们节目也说了，咱们一直说啊，这沪市5000多只股票，至少有1000只要退市，这是咱们一直主张啊。结果昨天啊，有很多媒体他就开始挖掘啊，跟着这个要出来年报，现在都是在出这个年报的预告啊，最严的退市新规啊，2025年退市新规啊，马上就落实。所以很多记者啊，很多媒体他就跟着这个最严新规，他们得出啊，恐怕有几百家现在面临退市的风险，有可能要退市。所以这个消息就在网上传播开了，也导致啊，昨天这个微盘股为什么跳水呢？那些赌徒啊，赶紧离开，拿脚投票，这回不是闹着玩的，可能真的要从严退市啊。结果啊，恐怕是把村里面给吓着了，毕竟有很多这个赌徒啊，他不甘心啊，他们反对啊。所以这个昨天晚上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王力答记者问，就是开始对这事进行辟谣了，说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王力表示，相关媒体报道指将会退市的36家退市风险警示 ST 公司，据了解，有不少正在或者已经或改善经营、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方式化解退市风险，相关情况请以公司信息披露为准。相关媒体报道指出的66家可能在2024年年报披露后被实施新 ST 的公司，并不意味着都会退市，这些公司还有一年时间可以改善经营、提高质量、化解退市风险。此外 ST 是其他风险警示与新 ST 不同，主要是为了提示投资者关注公司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并不会因此直接退市，整改合格后就可以申请撤销 ST。 你看看啊，这个证监会可真是操碎了心呐！你本来就是要警告那些赌徒，对吧？那炒垃圾股的，结果在这儿也安抚人家，不要慌啊，这不是要退市。这个所以说监管的这个心态啊，它到底是什么心态啊？叫投鼠忌器，既想从严监管，把那些垃圾虫从沪市啊给它踢出去，又害怕这些金融消费者在这儿哭爹喊娘的，受不了，是不是投鼠忌器啊？你这么高，那沪市怎么可能好得了呢？这个时候就应该明明白白告诉这些赌徒，对吧？你炒这些股票就是有风险，对吧？你风险自担，人家明明的 ST 了，你还在炒它，你不是有病吗？所以你看这个监管啊，咱们一直说这个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对吧？一方面又希望叫耐心资本、长线资本、长线投资，一方面又忽悠这些韭菜去恶炒、短炒，对吧？你就应该告诉大家，这些 ST 公司、新 ST 这垃圾股就有退市风险，所以你们最好不要炒这个啊，你们去炒这个中国移动去，他不是的，他还在这又辟谣，说这些股票啊不一定就退市，你说他到底想干啥？我们啊这里看一段啊，这个纽约时报在这2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它标题叫美国需要加紧工作，中国需要宽松。他这文章是作者叫弗里德曼吧，他说我刚在北京和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与中国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见面，我就直说了吧。他说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中国已在高科技制造业的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他如果还没有人跟特朗普提过，那么我要告诉他，他如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绰号就是川建国，意思是川普是中国的国家建设者。他说因为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他不停地批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种做法已激发了中国政府的热情，让他们为争取电动汽车、机器人、稀有材料等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加倍努力，同时尽可能不依靠美国的市场和工具。中国有了自己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他的名字就是唐纳德·川普。他说，一位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建禄告诉我，他说川普唤醒了中国，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事实。他说要将本土上的科学创新、先进制造技术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需要全国上下动员。他说川普将要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更难以对付的出口引擎。他说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复杂程度和数量在过去8年里迅猛增长，尽管中国人民的消费体量仍微不足道。我2周前访问中国时，与我交谈的中国专家们希望
避免这场战争。他说中国人的出口仍需要美国市场，但他们不会听从市场摆布。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能在美国逐步提高关税上达成协议的话，双方都将受益，让双方得到做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的时间。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称之为伊隆·马斯克和泰勒·斯威夫特范式。他说美国将用对中国征收更高关税来赢得时间，来帮助更多的伊隆·马斯克脱颖而出。也就是说，在美国要发展制造业，马斯克这样的人要多培养，让更多的本土制造商在美国制造大件产品，这样我们就能向世界出口更多的东西，减少进口。而中国将用这段时间让更多的泰勒·斯威夫特进入中国，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花钱买卖国外制造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时也生产更多中国人民想购买的商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但如果我们不利用这段时间全面提高自己的科学创新和工业水平，作为对中国的回应，就像我们在苏联1957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后那样，那我们就会完蛋。这是川普2025年将面对的中国，与他上次当总统面对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就算川普对中国说，嘿，如果你在美国建更多工厂，我们会在关税问题上放你一马，也就是让中国你去美国办厂。这个弗里德曼说他说虽然这肯定会有助于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对共和党人来说也许不是赢得选票的好办法，因为中国会这样说没问题，你们想要多少个工厂，40个、50个还是60个，也就是中国都能满足。你想要多少工厂，我们马上就去建。他说但顺便说一下，他说这些装配线将全部使用机器人，我们甚至能远程操作他们，就是在中国控制。那工厂没有人。他说这次我去中国学到了一个新词，叫黑灯工厂。你看这老外怎么描述中国？他说一名和我一起吃晚饭的退休中国官员随口提到，他说他原本想买一张新的高科技床，于是决定工厂看看有哪些产品。说当他来到工厂的时候，发现那是一家黑灯工厂，灯是专门为他点亮的。他告诉我说工厂不开灯不是因为它停业了，不是停产而是因为工厂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没有一个工人。他除了每天来清洁或校正机器的工程师外，公司没有必要为任何人开灯浪费电。这个作者这一通吹当然了，这个也不完全是吹这个恐怕我认为加剧了部分美国人的这个焦虑这个弗里德曼的意思就是，特朗普如果你不征关税，你希望中国跑到美国去建厂，那中国人愿意去建，但是对你解决就业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要全部实行自动化，招不了你多少工人。当然这个恐怕也有这个夸大的地方这个总体上，他这《纽约时报》这个文章什么意思呢？他对中国而言，他说中国需要宽松，什么意思就是要扩大内需，要加强消费。中国要利用这段时间还是要发展内需要消费。然后美国呢？美国你就发展制造业，要制造业回流嘛。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还是咱们要发展内需，都挺难的，他们的困难程度都差不多美国制造业回流这涉及到资本问题，涉及到美国的环境，对吧？美国的这个成本，所以有很多人说那现在什么用自动化，不用人工，成本也很低，但是它环境呢？环境污染，对吧？各种电能消耗，你办工厂就要电能量，你要电，你液能源还是什么电能，还是核电，对吧？你都要造各种电厂，那都会有环保问题。这些东西对大国来说似乎问题不大，那对印度来说更不是问题，但是对美国来说它就是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呢，需要拉动消费，谈何容易最终它是分配问题，这大家都清楚了。分配问题，你要动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谁会拱手相让呢？谁会束手就擒呢？对吧？你要从别人碗里挖出扒拉食物，这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为什么说这个最近这个胡锡进老师他不是接受百度这个一个节目采访吗？大家可以看一下胡锡进这段视频就是跟他们的压力相比呢，收入我觉得显得有点偏低年轻人我也希望呢年轻人就是社会的做一些调节，让年轻人的收入呢能够更高一些但社会财富就这么多
啊，财富就这么多，然后这个老年人的退休金都给他减下来，那也不行。所以说呢，现在呢，各个家庭他们在自动的平衡。老年人呢，年轻人的这个收入低，压力大，老年人就会补贴。我说大部分，当然有的人可能老年人这个在农村根本就没有收入，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咱们说的就是比如像现在多数的城市家庭吧，城市家庭因为中国的城镇化率很高了，老年人有退休金的人也相当多。这样的人他们一般呢能帮孩子的，我认识的人当中啊，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工人家庭，这个就是普通的什么过去做个服务员什么样的人都有点退休金，退休了以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补贴自己的孩子，帮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带孩子以及给孩子钱。这个很有可能是胡锡进最近啊股市不太顺利，所以他又回归了，就是恢复了一点人性啊，也开始觉得年轻人工资比较低，对吧？他也觉得年轻人承受的压力啊和他们的收入相比还是低了一点，对吧？这个希望提高年轻人的收入，但是呢，社会财富只有这么多啊，怎么提高呢？对吧？把老年人退休金给他减下来，这个也不合适，这是胡锡进观点啊。然后胡锡进他认为啊，就各个家庭自动调节，就是每个家庭有老年人的，他有退休金，拿这个退休金就补贴年轻人，补贴孩子。你看，这就是胡锡进老师，他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年轻人没钱，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但是怎么让年轻人有钱，胡锡进老师他就没招了。这简而言之啊，就一句话，找你父母去，对吧？你父母有退休金，给你补贴一点，你父母的退休金还在涨。但有的年轻人他父母是农村的，他没有退休金怎么办呢？或者是父母是城市里面的，但是退休金很低，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他解决不了这事，为什么呢？这就是屁股决定的。你胡锡进老师他就是那个拿退休金拿的比较多的，你说让他从自己身上割肉开刀，那不可能的，对吧？胡锡进老师他不可能呼吁啊，他说像我们这样的这个退休金8000以上的不要再涨了，也不要给他减少啊，这是咱一直这个态度。你要给人家退休金减少，那现在所有人都不愿意交社保了，因为交完之后你以后想减少就减少，那不白交了吗？对吧？你出个政策，本来退休金8000的，你说要改4000，这是诚信问题，对吧？这是信用问题，是不能降，但是你可以不涨，或者涨的幅度小一点，只能象征性的涨一点，对吧？这还只是简单的一个分配，还有其他的分配啊，对吧？薇薇老师说的大头可以拿出来分配啊，对吧？那国企、集体、政府，你不要控制那么多，这些大头拿出来分给老百姓，就像那个土地到户一样，土地包产到户，农民就养活自己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土地集中起来，肚子都吃不饱，它就这么神奇，就这么简单。那你把它资源集中在大头那儿，所以现在大家都累，大家找不到工作，大家收入下降，大家不敢买房，不敢消费，没钱。如果你把那个大头释放出来，就跟把土地承包下去是一样的，马上就激活了。你把资源集中起来，实际上就是在浪费。大家可能不知道，你问年纪大一点人就懂，他们经历过走集体啊，走集体什么呀？那地还是那么多地，大家一起去种。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小队长开始吹号，开始叫人，大家集合，一起扛着锄头下地。什么点儿大家一起回来，太阳下山了，大家收工。每天也很辛苦啊，看上去也很忙啊，忙忙碌碌的，每个人都没闲着，但是就是饿肚子。知道为什么吗？等到把这个还是这片地啊，地没变啊，把这地包产到户，就是这片地给你们家，那片地给他们家，分到每一家头上，一下温饱就解决了。所以说啊，你要说明年经济能不能好，谁能说得定呢？尤其3年以后，万一他想明白了，他改跟那个土地承包到户一样，那说不定经济啊又来一轮腾飞。万一他就是不改，修修补补，那只能在老路上越陷越深了。这就像胡适一样，对吧？胡适你不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变革，你老想靠着一个会一个政策一忽悠，他就能走慢牛或者走牛市，怎么可能呢？不要看咱们现在好像只有3400点，咱们现在胡适的风险，它的就是投资收益率啊，比美股还要低啊。美股是天天创新高，咱们是控制在3000多点，实际上咱们的风险不比美股低啊，甚至比美股还要高，就因为你这个上市公司质量太差，能赚钱的太少，能稳定赚钱，能一年比一年赚得多的企业少之又少。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一切脱离基本面，谈什么牛市要涨到5000点、8000点、10000点，那都是痴人说梦，那都是最后啊需要买单，那才是真正的对击风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